明年的元旦特别开放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台中市长罗秀燕特别到传统菜市仔的肉店来查看打产地标示的大纸的状况。大部分的摊商拢有打，有的甚至过来公布着逐工无猪采买证明，就是要让消费者会当来清楚讲，这猪肉是为倒位来。 每年1月内猪开放进口，台中市长罗秀燕到传统市场看猪肉大标示产地情形。台湾猪嘛，对，我们这个都是现杀的。大部分摊商拢有打，有的搁打几啊张，甚至有的搁家己传买卖证明家己买是台湾猪。每天客人都可以去扫 QR code， 知道说，这只猪的产地是哪里，他们比较安心。虽然摊商有真侪证明，不过台中市府讲会一直派人来检查，确定。 真正无莱克多巴胺，少数人还是会铤而走险，基于利益。那我们会加强取缔，加强检验。明年的检验量，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至少是今年的10倍。不过标章是家己打，若是有人卖来猪，搁打台湾猪的标章，台中市府就要开罚单。如果我们去稽查验出来有莱克多巴胺的话，这就是标示不实，就有4万到400万的一个罚款。 台中市政府望透过产地标示大纸来加强检验，搁有开罚单这个动作，会使来确定肉品的安全。